来感谢咱所有观众朋友，你的热情甲着支持。透过秀台语这个节目哦，马上要来到咱台湾真济城市，甲大家呢面对面来交流，用台语来互动来耍游戏、以创意。节目呢，若是要来找找第二季这练喙花歌手，我较希望咱所有朋友大家来爱台语、讲台语，体会到台语的这个趣味、生活的智慧，以及呢买人的水贵。透过这个无同的世代，大家来参与，和这份珍贵的这个语言文化，继续来发展，代代来相传。透透秀台语，全民练喙花。大家讲的一个哇，倒位的乡亲安尼遮热情哈？咱倒位，咱什么中？哦，赞！欢迎咱评审长孙哥。来，三位好，两位主持人好，孙哥你好。啊，真欢喜的来咱桃园大庙。对。哦，这桃园大庙咱的哦，这个景福宫哦，会使讲哦，顶当有名山，会讲有出名啦。是的。这内底咱的古物啦，咱的古董，唔是来这拜拜哦，拜拜一定爱拜拜。是。哦，啊，咱的开宗信用会给咱保庇。对。啊，但是你讲有一个呢文化的巡礼啊，会使呢顺续来看咱这真济真深，好，足有丰富的迄个文化的传承的迄个古物啦。哦，这古物拢过了100年啊。正经的啦。嘿，啊，而且咱恁这迄个庙内面所有的这手工工艺，都水的。嘿，拢是听迄个真厉害。大师来大师就是咯，办迄个土地过户叫大师。是啦，大师啦，大师啦，哎啦，讲吼，两位前辈最近甲咱的开宗信王足有缘分足有缘分的啦。前无几工尔，阮两个已经来过啊。对嘛？我跟你讲哦，我本来来遮吼，要找无停车位嘛。是。啊，我经过建福宫的时阵，我甲心内那个心明求，我讲哦，赶紧来当我找一个车位。我来讲，我开无100公尺，停车格都一台要出去。这厉害！哎呦，太灵巧了！我真正是吼，心灵有保庇啊！保庇停车格哦，我顶回嘛是安尼求啊。啊，因为我去到每一条路吼，啊，迄顶只台北迄东区哦，好，迄车拢叉，好，拢找无半位。哦，我来甲土地公伯啊，上来。啊，在地土地公伯啊，是的啊，地主靠孝顺哦，今日有紧急的代志，伫遐需要一个停车位，哦，不得了，安怎讲？送我一个停车场啊，一趟。哦，一摆我200几。你也在看好呢。我是主公是上你一个公车停车位咧。爱诚心诚意，对好。好，我跟你讲，先爱介绍老师者。哦，爱介绍老师。这个秘录真重要。是。咱的台语老师啊，咱的秀荣老师。来，好，欢迎。嗨，大家好，大家好心情，快乐个人精英。哦，咱的秀荣老师吼，安尼足好笑型的啦。这教授呢？有影。哦，这朴树级的呢。哦。咱台语的这个语言哦，有一个文系，哦，就敢若一个音乐有音乐系嘛，台语有台语系，还是讲台语系精英啦。精英啦。所以咱老师的讲出来话，就敢若迄个靠谱莲花啦。你是啉伤济哦？靠靠莲花。伊个哪靠？个哪靠？你是啉伤济哦？口吐莲花啦！啊，无跟他讲，老师。其实嘛是顺续甲大家教啦，吼，但是迄个土吼，虽然华语拢共音，毋过咱有深浅，所以你若准讲较关键呢，咱就是会吐开；啊，若胃遮较低站呢，真正腹肚咧疼，胃肠无爽快，迄是会吐物件。哎呦，所以这是有差别的。安尼好，来，除了呢，今仔日要来挑战的第2季的这个选手选完吼，过来呢第1季有4个这个选手，伊要来先做一个示范。来到咱现场啊，嘿，咱甲邀请出来，嘿，有请咱阿雄阿李长，第2位是咱的伟霆，还有咱的不敌灰机阿姊，来欢迎，咱的德明欢迎，好，安尼，咱就欢迎第1位，安怎来示范？必须要呢，你在2分钟内底，因为呢，这个计时哦，哦，预备起，吼，拢按2分钟，2分钟，啊，你若30秒吼，
你若讲了，我听了无介意。我来摕一个红包哦，我来点点行在边讲谢谢，多谢你今仔日插舞。哦，这点价哦。啊，因为你若无笑点，无你先讲，我30秒互你预备起。哦，我跟你讲吼，我跟你讲，今麦专啊，看看了。马上有红包呢，跟他没办法。是。啊，这第一位什么人来喜欢？建福宫的大家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伟德。我有看过一本册，大人的学习啦吼。哎呦，有奖金哦，有奖金哦，各位。这张是真，这张是真的，这张是真的哦，唔是假哦，这张是真的。来哦，大家目睭金细细哦，来哦。迄个我甲恁请问一个，游泳的自由式，台语要怎讲？老师袂当举手。这两场无好，来中迄个，来。哦，我足惊你讲对的。游泳自由式，对。烧水嘛会使讲。唔是，答案吼，我有骗过疑点啦吼。教育部的疑点是讲掠高手，因为这个姿势像你掠德哥安尼，你徛伫顶嘛，掠高手。不要紧，我还有两题的吼。这无对。这无对。咱感谢这个为芭蕾转来这位朋友。蝶式的台语要怎讲？大家手机放来哦，盲查哦。这里来听知影啊？蝶式嘛，蝶式嘛，嘿。海底下手，大家抱一下鼓励者。哦，刚真的，真的。啊，你出社会偌久啊？我出社会，我40几岁。40几岁啊，差不多偌久出社会？20几档。20几档哦。啊，你可以相信我会给你奖金嘛？你体验讲，无啦，我跟你开玩笑的啦，我有准备红包啦，来，我有准备红包啦。哦，哎，唔才对，爱去大方诶。有啦，我真正有准备红包。你无信用，袂使讲拖我。我真正有准备红包啊！你知影杨树安怎收无？我知影杨氏要安怎收。讲。雅思叫做死囡仔题，正确的啊，死囡仔题。我今仔讲到这，谢谢。真正袂歹哦，袂歹无红包，叫无红包啊。好，欢迎奖金。各位咱可大表乡亲大家好。今仔日是安尼来遮，是为着啥？为着高丽菜对不对？高丽菜有好食无？真少的，恁青食吼？青食嘛好食。哎呀，阮豆油冬天的高丽菜较甜啊。哦，安尼哦，是讲吼，大家拢知影我是里长伯对不对？对。我做里长了后吼，唔知安怎，会来参加着这个公司台语台这个节目吼。伫这个节目内底吼，有够恐怖呀！你是讲吼，做里长了后吼，定定拄着的3项代志啥？你敢知影？第一项，找物件；第二项是啥？你敢知？找物件。第三项是啥？是亚麦克找物件，啊我无麦克。嘿，你敢知影我逐工咧找物件吼，是讲替大家找物件是无要紧啦。啊，你号名拢足奇怪，尤其是找动物啦，一工卡来啦。里长啊，阮兜的飞机无去啊啦。里长啊，阮兜的迄个热狗无去啊，热狗无去，你靠我要创啥？你毋着去 7对毋对？啊，无就卡来讲，里长啊，阮兜的 lucky 无去啊，有没有 lucky 无去啊？会衰呢？啊，紧来大庙讲拜参拜一个才会好运嘛，对不对？是讲吼，有一天哦，你面卡来，里长哦，阮兜边仔的狗仔内底吼，有一只足大只的鸬鹕。啊，什么？有大只的鸬鹕？哦，足刺激的啦，紧赶来看。里长拄到鸬鹕要安怎？两个大卡，两个里长，打电话吼动物局对不对？我转来打电话去。市政府你好，国语服务请按1，台语服务请起2，爱堂合法请73。哎呦，今卖服务佫遮多元的吼啊！讲台语2，保护鸡请起1，保护狗请起2，保护猫仔请起3。吼，哪会遮烦啊？我要找鸬鹕啦！保护鸬鹕请起400块哦。哎呦，我真正有呢吼。有保护海豚无？转接中，电话转接中，请你稍等下，搁卡。什么？这个问题，他说什么？有个海豚是什么？海豚就是水母。哦。海豚就是水母，海豚。哎啦，海豚。你红包要送伊啊？伊里长呢？
你要叫上一杯啊，上一杯啊！这个冠军杯，互你啉一杯。好啦，安尼嘛是有一个咧礼物啦，好不好？阿雄诶，赞！来，好啦，咱今摆进行咱的正式的海选，好，来，泡泡啊！对啊，紧张的时阵来啊！但是大家莫紧张，尽量帮我轻松对哦。马上要来欢迎咱第一位海选的选手，总经理要出来咯。来，润我食生，赢我食梦。好来泡泡啊！大家好，我是桃园鼓山太阴乐奖中艺术团第3代咱第3代的团长，我叫林星耀，今仔日要来带来咱一场无同款我无要讲故事嘛，无要讲笑亏啦演一段布袋戏好无？甲咱欣赏落去看在咱这个万高公海顶之处，文殊武林真心霸王雄帅。今天一当会对头万技术，在世俗上万人业，点会了一场两情互动。为因虎太高处地，不见诈仙为君主，在世俗上万人业呢，为了了，在世俗上，今天东南西北两派姻缘。今天将在此地一并从清算，就在此时，向方面准备一触即发，叫到马的。小等一下，不可以大家袂使冤家相拍，若要相拍就爱先停车呐，叮叮叮叮叮，叮叮叮叮叮，停车呐，叮叮叮叮叮。叮叮叮叮叮，好了，不可以打架，袂使冤家相拍。咱今仔来甲咱桃园大庙景福宫来这表演咱这传统文化布袋戏。先自我介绍一下，咱正本团最佳男主角，我叫做苏文毛片。今仔日来甲这，看到咱顺哥哎在喏，看到你，阮足欢喜，毋是足欢喜的啦。人讲看到你就要先甲你拍一下阿声就拍一下就好咧。顺哥你好，好就是好，好就是好，哪讲哪点头，好就是好，好就是好，哪讲哪学咯。拍破啊！会记得阮是桃园太兴乐奖中艺术团。下台一鞠躬，谢谢。高追，一人两包，真精彩布袋戏来领。来，感谢咱师提条的，这互咱摕到咱一个红，互咱荣华富贵一世人。咱台湾在地一寡文化，作家也好，布袋戏也好，写你的曲的，大家拢来要讲伊的一套。歌戏嘛是。就是讲团长，你听到讲迄文言文你就免甲阮迄个讲迄个所以我爱小甲讲者，我之前迄个听拢拍甲火去啊，听甲好来，台语水，继续甲经营传承。是，安尼个拍婆啊！谢谢，感谢。袂歹，赞，为啥？希望有一天咱伫咧摄影棚使看到恁三。谢谢。赞，哇！继续加油。生拢在引导诶。这练喙花差不多2分钟。你若无真精彩，我就徛起来哈。来，下一位。咱来欢迎江秀丽，来欢迎。秀丽，阿丽啊。各位咱桃园的乡亲朋友，还有咱的主持人，大家阿曼，大家好。好。我先讲我今日徛真正怪怪，因为我若徛伫咱桃园大庙景福宫的舞台，大部分拢是来主持，欠一骹，欠迄骹。就是咱的阿上的立场，咱今日来到咱的桃园大庙景福宫，嘛爱来报互你知，咱遮有5只狮，头一只狮就是咱人2月15的时阵，咱的主神圣王公生的时阵，咱会准备福神来遮，甲大家结良缘所以来遮会当头一只就是食当食狮，过来咧，搁有第2只，就是咱29暝大家。团圆饭食好的时阵，来到咱的庙的遮，会当来拜头香。所以第2只咱是来
片东搁片西。还水哦，拍车婆啊咧吼。啊，第三只咧，就是咱的七娘妈生。七娘妈生的时阵哦，是要甲咱16岁的囡仔来烫光来过成年礼，互伊当大人。啊，所以来到遮，佫会使学到足侪新的知识。来到遮就是学东佫学西。啊，过来咧。有哦，咱的第四只咧，就是咱的中秋节的时阵，是咱的元老成军的圣诞。啊，这个时阵咱会办啥物咧？元老就是要来甲咱牵红线，对不对？姻缘。牵姻缘，足侪还未结婚的男男女女来甲咱遮交朋友，来遮剃东搁剃西。哦，来恭喜恭喜！讲完啊，搁一个是咱门口的一对石狮。好，上尾要来祝福咱所有现场的好朋友，啥物好康拢总来，大家讲好唔好？哎呦，你的面线机等无出去。好，掌声给你鼓励。真用心，袂歹谢谢。其实是讲了袂歹，伊的家己嘛真清楚。啊，但是练翠花，你就必须要5秒、10秒、15秒，拢爱有伊的迄个重点出来。啊，你这是变做历史传承、甲文化教育啊，较无共款吼，共款甲拍车婆啊。来，谢谢。来，请。一位呢，这是陈君。陈君来欢迎洪水老师。哎呦喂！你好。你较好话啊！妈，你较好话。你麦骨啊，举起来用吼，这个不是细你。你摕唔着屏啦？摕唔着屏，麦骨气啊，麦骨气啊，麦骨那气呀。哦，较认真嘞。你若唔是董事长，我一个就跋倒。好，来拍婆开始。哦，多谢大家，台湾人大家好，今日吼来遮哦参加这个比赛，唔是要拍冠军，就是几个冠军拍冠军，是因为你会加死啦。因为啊，我今日出门是。你安尼理让，这分明就是要来骗红包的嘛。安尼讲法，会使红包的。好，多谢大家，感谢，谢谢。好，然后叫秀宇来应该拖走。对，来，咱后一位。我今日要讲一个笑话，这个美国政府吼要展开一个3年的实验啦吼，啊有3个人去报名，一个是美国人，炸真侪药品入去实验室哦。第二个是一个日本人，带一个查某入去实验室，啊第三个就是咱的台湾人哦，炸10箱的薰啦，炸10箱的薰。要去研究，3年的时间到哦，足侪记者想要采访咱这个台湾人。头一个美国人出来讲，我这3年研究足侪新的药啊，会当救足侪人。哦，大家都讲拼死命讲拍婆啊！啊，第二个日本人吼出来讲，你看我带这个查某入去实验室，我即摆出来，加2个囡仔，我有搞无？大家嘛是讲拍婆啊。啊！咱第三个台湾人哦，炸昏你去。所有的记者拢伫遐咧等，但是伊就是唔出来。尾仔出来吼，啊你，还有一你做问一下。我做问哦，哎，大阿靠安尼讲，啊，大家都记者甲问讲，啊，你早遐薰入去研究吼，啥物成果？唉，袂记你早着赖打。拍拍手，好笑就拍拍手，谢谢。对，做好，可以，恭喜，袂歹哦。是，请高水。今日就为着要上这节目，这个头毛白3000几块啊。足早就来等啊呢吼，啊伊每一个节目拢甲你支持。对，进前我们伫遐吼，哦，逐场拢到位啊。是啊。哦，迄苗可你嫌让我干掉当肥料。真高水啦。所有分数吼，大家拢记伫内底。到时会甲你通知，你若经过今仔日哦，这个选拔呢，你就有份是第2季的选手啊啦。哦，请大家呢静态加音，吼。来，感谢各位乡亲的支持。下回继续收看《秀台语全民电水会》，电好的电水会，谢谢，感谢，感恩，谢谢，感谢金福兄，谢谢。
所以讲哦，现场迄个气氛就非常的赞。啊，所以呢，真济吼，哇，咱的观众朋友哦，就连要饲我来。所以讲头前哦，咱庙方有迄个吼，本地的高丽菜，哇，迄为头3000多人，啊，但是现场内咧录影过程唔通乱，这乱到到地吼，这无法度进行吼，大家多多包涵。啊，过来就是讲吼，咱即摆有看到讲吼，哦，头前呢是用布袋戏，哦，你会弄出来。咱第一季呢有咱的和尚，穿到伊的这个传统，吼，伊的宗教的服装。啊，即摆呢希望讲，迄款的表演，迄是一种画面。啊，咱即摆第二季，咱有看到讲，都有布袋戏加入来。头前哦，讲到迄真正文言文安尼吼，讲落去安尼出场有一个排场的诗，唱出来了后，我变着去的吼。殊不知过无3秒钟，后壁呢，哦，韩国的现代流行音乐就出来。我感觉讲，咱来讲吼，第一季的迄个表演模式，这选手吼入选的，哇，恁来紧张啊！后壁吼，真正吼是金光强强棍，乌鱼炒米粉，到底要搁变什么高人出来，唔知影。所以后壁这个选手愈来愈多，这个吼形式愈来愈厉害，大家吼爱准备好势，啊若无吼，真正无法度挡住这个排山倒海来的挑战。